古早时有人伫寄药包，即马家己关为着要服务有慢性病老大人，卫生局是甲医生药师合作，甲药啊包好了后送去互时代，嘛当面教时代用药的安全。药师甲药啊包好势，再搁一盒一盒送去社区内底一寡时代的厝内。毋若提醒因爱定时食药啊，嘛会使顺续了解时代最近的身体状况。即种配合社区药局送药啊的服务，会用照顾一寡交通无方便的时代，互因嘛会当有好的医疗服务。社区药局会针对这些老大人，因伫食药的一寡问题，因比如讲，因一天爱食几顿，要安怎食，甲因整合起来，包几包，送去互因。咱感觉讲，因为咱的社区药局药师的介入了，这时大人因的身体健康愈来愈好，而且因的副作用嘛愈来愈少。嘉义县老大人的人口数占规县的20%左右，这时代因为久长病需要医疗照顾，社区药局的合作解决偏乡交通的问题。除了医生来厝看诊以外，即马嘛送药啊到厝的服务，互时代会当正确来食药啊。那我们这一个整个药师照护计划，我们目前涵盖率已经到了94%，甚至我们最高的阿里山乡也药师也都加入来我们这个行列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是说，透过这样的照护，让老人家在用药的时候能够更清楚，然后也能够正确用药。时代透过社区药局甲医生的照顾，会用随时来调整医疗需求，嘛会使避免时代食上侪相像的药啊。目前嘉义县有36间病院诊所，200多位医疗人员已经服务超过5000位嘉义县的时代。卫生局表示，未来会配合长照据点来推送，希望照顾更较侪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